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期先来看，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总是办55岛来招待台湾的团队，也感谢台湾的供应链给支持。所落来因暗，黄仁勋特别去南韩甲 LG、Never 这集团高层来见面。我唔捌食过，第一遍，爸爸妈妈来嘛。所以今日办到做欢喜的。还彩像算呢？我唔知啊。咱姐敢会跳舞还是表演？我想希望唔爱跳舞。带爸母甲厝内人出现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准备参加在地将有台湾味的办桌。主人家就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初三暗伊请员工食桌，大埔旁佮请总铺师来煮，另外也有卡拉 OK， 拢总办55底桌，感谢员工的付出。I thank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you know,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we've achieved a lot of very great things. And this Computex, we announced 2 new product lines, and both of these products are going to reinvent the computer, and I'm very proud of them, and so I thank them for it. 若甲员工做伙食饭，看到场外咧等待的媒体甲卖将，同款是食到一半，又搁捧物件出来分享。哦，这个上好诶！虽然我想这个我可以改掉。这场充满台湾味的宴会，黄仁勋致辞的时，先感谢台湾的团队，同时也感谢台湾供应链的同伴，伫 GTC 台北甲 Computex 期间的小天。I am most impressed by the supply chain here. All the companies here in Taiwan, the scale, the velocity. They really did a good job supporting us last year. And as you know, we grew 100%. 黄仁勋这届台湾行程已经要结束，拜三暗办桌，拜四暗可能就去到南韩，有个拜五会甲 Never、LG、现代汽车甲岛山等等集团的高层见面，而且去到岛山棒球场开球，延续伊的亚洲行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301条款的调查结果，认定包含台湾在内全球60个经济体伫咧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货物措施也无够，所以要甲咱台湾加扣10%关税。不过详细细节是拢还未正式定案，未即时来生效。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回应讲，因为台美有签对顶贸易协定 ART， 将台湾列伫咧税率较低14个国家内底，咱嘛继续咧甲美国沟通。这项公告只是301条款的调查听书之一，详细税率爱7月底才定案，有信心会当争取到较好的待遇。另外来看，日本、菲律宾是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的划界谈判，这范围是有牵涉到咱台湾东部的外海，影响到咱的海洋权益。外交部表示讲，已经有要求咱的驻外管处去向日本甲菲律宾确认，谈判的过程甲结果是拢袂影响到咱台湾的主权权利。海委会也表示讲，会依法来执行护渔的工作。因过有学者认为讲，咱台湾应该是要来争取进行3边的协商，主张咱的权益。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甲大陆嘅划界谈判，有关的范围可能牵涉台湾东部外海。外交部第一时间回应讲，肯定立非透过对话解决海事问题，我用质疑的态度消极。外交部初三上新的回应，已经请驻外管处向立非两国确认，谈判的过程甲结果对台湾的国际法甲海洋法的主权权利拢无影响，也不影响我国与日本签署之台日渔业协议，以及与菲律宾签署之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既有机制之执行。我方再度呼吁日菲必须考量此一事实，充分考量我方权益，并就相关议题与我国进行协商。针对渔民的权益，咱国甲日本、菲律宾依早有分别签署渔业协定，渔业署强调会依照既有的协商平台保障渔民作业的权益，海巡船舰嘛会持续保护渔民。像现在在西北海域、东北海域，还有台日海域、台北海域都有派我们大舰在执行相关的勤务，在护渔的工作，所以不会影响到渔民的权益。外界推测日菲划界范围应该是按日本北方山群以南、菲律宾巴丹群岛以北延伸200海里，影响的范围变作台日菲三方经济海域高度定塔。学者讲，台湾渔民的权益代表国家主权，台湾就是当事人。争取同时跟
日本跟菲律宾进行所谓的这种三边的这一次谈，不要分别谈。分别谈的话，可能就是会花费更多的这个时间，更多的这个变数。日本跟菲律宾忽略掉台湾，没有来跟台湾来谈的话，变成中国啊，实际上面来插手，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利的。另外，中国海警船借机侵扰台湾东部海域，张志东认为台湾爱参加谈判，争取三国协商，以来向国际传达台湾伫海洋的权益。同时阵嘛，对外展现台日菲伫第一岛链共同合作，防备中国海上执法。记者综合报道。空军公山基地一只 T-34教练机发生意外摔落来，机顶2位飞官是不幸损失。虽然这 T-34教练机无乌鸭仔这款的物件，不过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这事故的地点就伫咧军机场，要掌握完整的记录来调查是无啥困难。也另外，针对着今年这维修保养的经费拢也要通过，也是引起外界质疑。现场看旁部的所在，就是失事 T-34飞行机残骸，同时也有汉翔公司的车、消防车甲真济警员进出。这3赛期空军公山基地飞行训练也未开放，事故也继续咧调查。不过前一天落落去的 T-34教练机机顶无乌鸭仔，是不是增加调查的难度呢？跑道头有一个叫飞辅室，就是飞行辅助室 （mobile）， 他们就有全程。有就是看到它相关的飞行轨迹。那另外机场本身也有进场台，它有进场雷达，所以它整个雷达的轨迹相信也是有掌握的。军事观察家纪同文指出，事故地点伫军机场飞行轨迹这资料拢有记录，查明原因未伤困难。伊认为T-34型教练机虽然服役超过40年，换员飞行时间也过10年，建议为安装大声椅来增加安全性。不过装大声椅的过程要经飞官烦恼，更工程困难。你要去装弹射座椅会有问题，它都会超重，这样飞机可能会起不来，而且734的座舱是前后拉。现在在全世界还有3个国家在服役，整个飞机的妥善情况都是非常良好。为确保飞行安全，地面维修人员对检修细节都唔敢大意。目前 T-34教练机由汉翔公司维修保养，代志发生了出现真济检退成因，甚至质疑，甲在野党地位三检互相关系，也后面代是真不满，反驳讲这个讲法是无根据的。这一笔预算完全没有被冻结，而且也没有影响。再次要强调这个部分。检察官提上一部会同发起复验遗体查明死者身份死因，事实原因由军方调查了后，提出调查报告予检察官认定。大家拢关心 T-34型教练机的授机，空军司令部表示，目前拢无达到受限制车器部状况正常，后勤零附件强行也无问题，无消息性相关记录，会修正国内外详情资讯，各将大声椅乌鸭仔等装备纳入建限的规划，照机场启动买新的飞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南部、东南部拢会较高落阵雨，气温嘛较降低。因那其他的所在同款是好天小热，咱来看分图。今日因为透西南风，中南部会较高落雨，过到中北部山区嘛，就要注意可能会落青光雨。明仔载开始受到南海的热带低压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到后礼拜一，佮再加上方面的影响，雨会落佮较粗。特别是伫咧西半部佮东北部，拢得爱注意会落大水雨。过来头一期的碳费，今年240间企业甲461厂拢有落碳费，总额是超过预估，有来到49亿7千万。其中落上济就是用电上重的半导体产业，占44.4%。冇得惊关税和战争的冲击，碳费是如期来征收。461厂240间企业，无一间是延后，也是立会出来的，拢总是收到49.7亿。内面半导体制造业123间企业，就贡献44.4%，22.07亿。过来是电力供应业，另外钢铁和石化业嘛14亿和2亿外。除了它自己本身的用的燃料要来交之外，半导体业因为他们的碳排放70%-80%都来自于电力的使用，所以它在用电的部分的话，就是也要纳入它交的碳费这个里面。半导体制造业变作国内碳费的主力，专家表示讲，因为2050年净零排放是国际趋势，大多数的半导体企业拢必须要提早因应减碳，因为目前除了美国，这些国家拢已经开始征收碳费也是碳税。
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比方说台积电，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往绿化的方面做努力了。欧洲方面有征收碳税，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台积电不会那么努力。在基立碳费的工厂，338抢超过70%，费率大多数拢是达到100块，这是必须提出实质减量作为的优惠费率。官团指出讲，台湾差不多是50亿碳费的规模，和韩国差不多，是比日本的100亿较低，和欧盟比是加真济，钱无算济，爱真正分配投入实质减碳和调息。环境部是预计要补助20亿给县市以及事业，针对补助企业的部分，要设下严格的条件，避免这个碳费从这个高污染的企业左手出去了，右手又立刻回来了。完成第一期碳费的征收，环境部认为讲，这是过来碳定价制度关键的里程碑。官团是指出讲，气候的变迁是冲击弱势族群，亲像加州就明定碳交易的收入35%爱补助弱势族群，呼吁各大应该拨一定的比例，这是真正落实公正转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政权已经同意卖发展核武，不过伊朗未来嘛有可能会反起反倒，伊希望会当甲伊朗即卖最高领袖布吉塔巴见面。再来看联合报，网络平台违法的广告药啊，甚至是卖假药啊、禁药等等，只要输着预告要修正药事法，互卫生主管机关会当要求撤掉违法的广告，业者若是唔配合，上当会当罚到500万。另外是中国时报。交通部要修法严罚食毒驾驶，针对民众若是伫咧国外有食大麻，等来到台湾互检到，修法了后嘛是会当来吊销驾照，这是引发各界讨论。最近这食毒驾驶的案件真受到注目。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讲，今年的翠兰毒品快筛试剂已经增加到45000多剂，而且嘛有修正相关的作业程序。警员若是发现讲这驾驶翠兰快筛阳性，或者是因拒绝做检测，拢会当作是现行犯，甲人抓起来。白色轿车弄2台小客车了后，并且伫路顶，初3透早高雄发生这种车祸，驾驶酒测达0，暗过翠兰毒品快筛出现阳性反应。警方也查到伊托米兹混油甲卡西酮毒品甲背包，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上班，高雄法院申请羁押。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即予以逮捕。最近真侪食毒赛车造成重大伤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内政部指出，已经伫5月修正土地技术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定数，民警员警发现驾驶有明安全驾驶的症状，经过翠兰检测阳性，或者是拒测，爱依照现行犯逮捕。我们包括对毒驾者的吊销驾照、提高罚款额度，而且同车的乘客呢也要连坐处罚，以及吸毒者需完成毒品戒瘾治疗及毒品危害防治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等。针对翠兰快筛执法6年的部分，内政部透露，117年国警察机关总共卖翠兰毒品快筛试剂12545支，115年全国试剂已经提悬到45711支。而按国警察机关依照辖区毒情评估需求数，滚动办理扩大采购。暗过立委关心，这次伊托米兹送西烟弹的原料，伊托米兹酸无直接关注。伊托米酯的部分。我们之前有从第3级调到第2级，这次可能也会讨论到是不是要把它从第2级再调到第1级。那假设6月17号开会完了之后，那顺利的伊托米酯酸列入管制了，是。那大概哪时候生效？生效的部分的话，我们这个是公告就通到行政院公告就生效了。在过去几年的时候呢，黑数是存在的。是。那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唾液快筛，增购45000剂，那表示说马上时间内就知道说，如果有毒驾的话呢，就马上现行。针对外界质疑，南非泰国等合法食大麻国家旅游登来台湾了后，被验出毒品反应，是不是也要被吊销？交通部强调，食毒都是违法，若被检验出毒品反应，就会被吊销。也建议毒驾车辆销毁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
2024年，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这病院方查出有违建等等的疏失，因有院长苏清泉等人认罪，嘛甲死者家属来达成和解，所以屏东地检署是做出原起诉的处分。不过去年，这高检署高雄分署是撤销发回，重新来侦办，认定这病院安全拢无彻底来改善，嘛无老实记录，所以也是甲苏清泉这4个人提起公诉。对病院外口看会到明火，病院内面是4界拢是浓烟。2024年的10月初3，3度日风台侵袭台湾的时阵，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7个人呛伤。病院方查出违建等疏失，屏东地检署是考虑到涉案的因为院长苏清泉等4个人承认犯行，嘛和死者的家属和解等因素，互因原起诉的处分。不过高雄高分检认为讲这案的处置无适当，去年10月撤销发回并检定侦办，专案伫这个月初2终结，屏东地检署发现违章嘛是搁第二，就涉嫌违反建筑法，4人疑似甲4个人起诉。被告等人坦诚犯行，安泰医院在灾后已采取补救与赔偿的措施，但是建筑物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改善，公共安全与危险控制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检方认为苏清泉和因阿兄无经过许可扩建病院，造成法定的防火警失效。另外2人故意暗砍病院的违章建筑使用和管理延长线失当才会疏失，警察怀疑用处适当的程度，专案嘛因为安尼规个逆转。秉持尊重司法、相信司法的态度，我一定全力配合司法程序，用谦卑、坚定的态度来面对接续的司法程序。面对大变化，苏清泉回应讲，病院伫火灾发生的时阵和事后，拢全力在处理，会全力配合主管机关来改善。因为苏清泉已经和国民党定调来参选后一届的屏东县长，选战敢会受到冲击。伊讲，干那会当行一步算一步，但嘛是希望司法维持公正的原则，莫互政治力来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中东的局势，这伊朗是搁对周边包含巴林、科威特这国家来发动空袭，造成科威特的机场受损停飞。因为美军也是针对荷姆兹海峡附近这伊朗的甲西姆岛来展开反击，和局势是搁在加悬。这也造成伊朗的通膨已经冲到2战以后的新高纪录。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嘛表示讲，这伊朗是已经高不将同意要针对核计划来谈判。美军持续战略封锁荷姆兹海峡，伫初日发射地下气飞弹，叫做一台驶向伊朗的波赞纳级油轮，致使伊失去动力。接续伊朗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攻击科威特甲巴林，佮宣布讲击着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美国讲，即款攻势拢有防空系统哪吒，无拍着目标。不过，科威特国际机场T1航站受损，人员伤亡，宣布暂停所有航班。美军嘛控制荷姆兹海峡的甲西姆岛，破坏通讯设备。中东情势紧张，互初3的国际油价搁再起价。美国、伊朗伫顶礼拜完成初步停战的协议，也未签署。不过，这礼拜并无进展，双方搁再互相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谈判已经停止，不过川普讲谈判一直咧持续进行。国务卿罗比奥对国会讲，袂用解除制裁来交换开放荷姆兹海峡。伊朗嘛已经落软，愿意来谈判和计划。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or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以早同款，全是人真车，看起来真平静。不过经济危机当来变严重。最新官方的统计显示，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升到77%，创下2战以来上悬的纪录。民众的生活压力愈来愈沉重，伊朗政府未来恐惊会拄到更大的社会政治压力。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间饭店是发生严重的火灾，至少造成21个人死亡，7个人重伤。咱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间饭店外口是拢烧甲乌噜噜。这栋4层楼高的建筑物是对1楼开始烧，火势也拖甲真紧，造成真侪人受困，甚至是有人直接对3楼以上跳落来要逃生。这场火灾至少造成21个人死亡，7个人重伤。初步调查怀疑火灾真有可能甲1楼的餐厅有关系，详细也该调查。
另外来看，缅甸北部前几日是发生大爆炸，造成要甲60个人死亡，上百间人家厝受损。有控制当地武装组织就承认讲是要用伫咧炭坑的炸药无细致爆炸造成的。其实，这缅甸是有不少反抗的武装势力是靠挖矿来维持运作的，不过这寡风险却是当地百姓来承担。真大爆炸威力用要改变缅甸北部南坎镇的地貌，就把当面铁皮炸毁，车变轨，现场路苍苍。意外发生2天了后，怪手继续伫土石堆内底咧挖，居民救援人员无放弃找找失踪者，暗过未少人等来说是亲人不幸的消息。互当地人搁较着紧是，真侪人一直到爆炸发生进前，拢知徛喺附近，竟然有大量炸药，真大冲击波一年把杀过社区，未少人根本未负逃生。住到啲眼前家族病地。Alam nyo, ani Gigi mapit de ham nyo so na matase chi mo bon no. Alam nyo thalo shi alam nyo pa kwai mu le so ta jai mo la ma be le no. Ba du ma so le alam nyo aro ta khu khu ro an ne ne an nyan no phit ma bon no. 控制当地反恐军导航民族解放军承认采控爆破的炸药意外引爆，自01年军事政变以来，缅甸陷入全面内战，军政府甲各地民主武装继续交战，控制边境地区的武装势力，拢爱靠吉亚、红宝石、稀土矿甲其他矿产开采维持财政来源。导航民族解放军也是其中之一。这武装组织是三兄弟联盟的重要成员。这几年透过控制矿区甲保护路线，在北部地区建立正完整的行政甲经济体系。不过，在缺少监管甲安全标准的情形下，矿区事故、炸药管理系统甲公安意外，也正做当地居民长期承受的风险。特别的，卡嘛看saya di kau ajung tu ya, dah jono tu le tu ya long atau tu sepia sia kong de, sengi sia kong de. Bio mesoi jono tu ngui je belak. 颁布他吧，南巴是就那都大家没打输的。事实上，导航民族解放军捌伫2004年接受中国赵总甲缅甸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不过今年又重新发动攻势，搁派夺取北部有名红宝石产地莫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伫缅甸内战扮演关键角色，搁因为边境安全、经济合作甲区域稳定等考虑，互反恐军甲政府军双方无共款程度支援。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卢安达的总统卡加梅共同为卢安达大屠杀的纪念碑来揭牌，代表两国走向和解。南韩6月初3进行地方选举的投票，刷标出首年有14个投票所因为选票无够，造成有选民无法度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就要求应该要停止开票。日本举办世界岛国海洋会议，这首相高市早苗地主表示讲，日本会透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协助岛国来提升自主韧性，强化海上执法，对抗中国威胁。今仔日是6月初4，也就是中国天安门事件的37周年。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讲，这受难者家属所组成的团体天安门组织、天安门母亲组织，有一寡成员是收到中国公安的通知，头一间禁止因同港去到北京的万安公墓来祭拜亲人，也袂使举办悼念的仪式。有专家就认为讲，按照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局势来看，因就是想要先来稳固情势，避免有任何互人利用的机会来发起抗议动乱。执政当局和最高民意代表机构，所谓全国人大，应该勇敢地面对以往的罪行。民众镜头念这份88岁张先玲是律师受难者的家属，第37周年的进程，持续呼吁中国当局和社会要拒绝放回去追求正义。当时身在北京的人们不会忘记那晚震耳欲聋的枪声、装甲车的轰鸣，以及救护车的鸣笛和群众愤怒的呼喊。1989年，一粒枪子射入去因后生倒平头壳下，按倒院后壁扛出来，骨头到今也藏伫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伤者家属陆续接到通知，今年头一届禁止入去万安公墓，嘛袂使有追悼活动，显示中国加强封锁维稳的力量。他们不希望在这个明年21大之前发生一些什么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或者是趁着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下滑的时候，有
借着6·4的方式来串联或借题发挥。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能尽可能的把这个维稳的力道，或者经费，或者是这个注意力，能拉到多高就多高。专家讲，中国想要化消社会反弹，就哪像压力锅同款，短期会当维护政权，若是看袂掉，恐惊会发生更加大规模的民怨。今年5月底，63期的6·4纪念馆嘛有人恶意破坏。长期踮台湾举办纪念活动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讲，中国用破坏行动宣示威权，并不是头一届。中共花了很多的统战费用在这个在台湾在做这种反制6·4的这种作为呢，其实是得到反效果了。几十个人权甲民间团体要伫6·4东港踮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集会，强调6·4记忆若是社会的对道，嘛是台湾爱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尤其面对中国的威胁，过来条也就要明确表示袂使道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期的参议院议长魏德济访问台湾，伫咧大安森林公园有参加夏威夷的长椅启用仪式。这件公共艺术是2条椅仔甲一块圆桌组成的，代表平等的对话。昨魏德济嘛甲前总统蔡英文来出席政治大学所举办的夏威夷对话论坛，来讨论对抗威权、强化公民社会等等的议题。这课参议院议长魏德奇甲一个政治头人甲部显开，讲回采2条椅仔甲一只圆桌仔，这是这课前总统哈维尔长椅仔，象征和平对话的公共艺术，就设伫大安森林公园，希望透过日常的空間，延續人權甲民主的價值。Tím poselstvím v klidu si sednout, povídat si, vyměňovat si názory a hledat řešení. A přitom nemyslet na sebe, ale na ty okolo nás.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公共艺术，更代表台北与捷克紧密结合的关系。所以通过对话，能够相互的理解，能够化解歧义，建立信任，而进一步的合作。所以不只是民主伙伴之间应该如此。国内不同政党之间也应该如此。哈维尔的长椅是全国性的公共艺术计划，这摆的永远设伫台北，是接伫日本甲韩国后亚洲第3个展出的城市。那拜3早起，为了饲甲前总统蔡英文去参加政治大学举办的哈维尔对话论坛，讨论这课前总统哈维尔安怎对抗威权，甲强化公民社会，还有伫面对国际局势变动，要安怎透过下国家的对话，延续人权的价值。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on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honestly, act responsibly,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In Taiwan, as in Czech Republic, I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a powerful voic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 另外，这摆唔会展出哈维尔长椅仔，6月10日进前伫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会举办纪念哈维尔熟悉甲切分的摄影展，互民众体会真理甲爱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私立的中学是传出霸凌的事件，伫咧网络就流传一段学生互人拍的影片。这学校表示讲，已经有找这涉案的学生家长来咧说明，也已经进行校安的通报。一个学生倒伫涂骹，另外2个同学对伊的头壳哭哭拍。台中市某一间私立的学校，初二传出疑似霸凌的代志，决定予学生抛上网络。学生嘛指控学校必应该文章抬掉。这件代志开始发酵了后，学生大家拢真关心，嘛强调讲无认同霸凌的行为。不过嘛认为，即马学生要管教，实在是足无简单的。不行啊，那不行，太糟糕了。怎么说？霸凌不好。因为现在学生都有皮。然后都劝不动。校方原本有要采受访，临时来取消，干那发布声明强调，初三已经请3个国中部3年涉案的学生，也有家长到学校来理清案情，卖完成校安的通报，所以来依照校方霸凌防治准则来调查。那日本基金会认为，校方除了爱调查敢是长期的霸凌，也是单一的纠纷事件，嘛要透过这个机会协助涉案的学生理清冲突的原因，也有情绪的来源。厘清完之后，帮助孩子去思考，就是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除了出手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好，因为你出手就是伤害别人。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对着校方霸凌是零容忍，会继续监督校方赶紧来理清真相，甲校安的机制做好矫正，嘛会提供学生必要的保护，也有辅导措施，确保每一个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涉嫌对伊同期的查某朋友2岁查某囝长期虐待致死死亡。这检方已经侦结，甲这姓林的查甫人，还有这位吉店店的老母来起诉，要交予国民法官来审理。台中传出苦毒囡仔的命案。44岁姓林的查甫人和姓杨的查某朋友细厝做伙住，但伊对查某朋友2岁查某囝一直好真不满，长期甲苦毒致死。台中地检署查查侦查，终结起诉这姓林的。消息互社会是大着惊，因细厝的社区管理员讲，因本来无偌久，警察都拢来过。警察有来几次啊？他们其实搬来没多久，他们就。我不知道主要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救护车来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搬离开了。检方调查发现，讲这姓林的查甫人对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2月中，先后伫台中太平和北屯区来细厝，而且一直在苦毒这个查某囡仔，包括甲人等入去洗衫机，头几个用药水布甲包起来，甲拍甲摔，含用吹风机吹伊大腿整起来的所在，造成烧烫伤等等。那尾因为头积血，规身躯真侪所在骨折，抗喙部人引发败血症死亡。检方认定姓林的查甫人涉犯刑法苦毒致死的罪嫌，囡仔的妈妈小杰无作为，嘛以过失致死罪起诉。认定林姓被告所为，系犯刑法第286条第6项前段，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我们楼下邻居有听到不当的吵闹争吵声音，或者有那个管教孩子的吼叫声，其实我们都可以多一点点关怀，然后需要的时候就打113进行通报。教育基金会表示讲，脆弱家庭的成员其实唔免单独面对，会当寻求社会资源的帮助，包括照顾囡仔的休喘服务和经济辅助。厝边若是有听到冤家的声音，甲囡仔在嚷等等，都会当提供警觉来通报，就会当避免这种悲剧国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囝留职停薪的新制度，对今年开始会当算一日来申请。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到5月这累积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24000条，而且5月份男性申请的比例是超过50.3%，头一届超过女性。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讲，促进真济老爸做伙来要囝是重要的好消息。拜三下晡2点，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台北市中山亲子馆耍看绘本，才有全市的家庭主妇有育婴留停的，也有几个爸爸因为工作有春秋，引导阵出来陪囡仔。我是自己创业，然后所以工作可以比较弹性一点。公司自己家的，所以没关系啊。林先生讲，进前甲太太分别请半年的育婴假，知影今年1月开始，春秋育婴留停薪影响日来申请，闹需求对请。根据劳动部统计，到5月春秋育婴留停，总共申请接近1.2万人，总申请笔数超过2.4万笔。占总数的40.9%，5月一个月男性申办比重50.3%，第一摆超过女性，总共是男性比重48.4%，女性比重51.6%，这个比例已经达到走向平衡。如果未来我们能够在性工法跟就保法修法后，把这个一日请的弹性留停，那变成是育儿假，甚至我们还增加日数，也提高小孩的年龄的时候，我相信还可以再促成更多男性，也就是爸爸的参与。劳动部长洪胜汉讲，春秋育婴留停，互真济爸爸参加饲养囡仔是真重要的好消息。监管基金会也指出，囡仔临时破病有接送需求时阵，互家长无这么焦虑，搁较济爸爸来分担，是真好的现象。不过，就基金会进行调查到暗时，带囡仔医院时妈妈来负责。白天妈妈担任育儿的主要工作占到60%，但是到了晚上呢，占到85%。所以可以看到，妈妈的就是主要育儿的角色，仍然是目前就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监管基金会指出，也是希望男性应该负担饲养囡仔工作，对春秋育婴留停请假甲负责。劳健保转入转出薪水的计算，恐惊造成企业行政负担。劳动机关应该帮助企业解决这方面行政流程，应该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按照现有的法规，就算死者在生的时阵有留遗嘱，只要伊的兄弟姊妹有继承人的资格，也是会当摕到特留份的遗产。不过，法务部已经正式来预告要修法，甲民法规定的兄弟姊妹特留份甲删除，也会先增加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制度等等，才会配套措施。
对中英集团到台塑集团，因的家族都因为抢财产捌互新闻报过，但是若囝儿之间安怎分配遗产引发关注，兄弟姊妹仔的第二婚制度嘛防注意。有律师捌发起联署，提案要废除兄弟姊妹仔的第二婚，得到7000多人的富裕，尤其是已经过身的艺人周世平，过身了引发的遗产风波，和这项规定佫一摆引起讨论。即马法务部已告修法，重大改变是要抬度民法继承编保障的兄弟姊妹的第二婚。为了回应民意的要求，以及尊重死者遗产自由，我们这次民法修正删除了有关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照现行法规，亲像无生囝的，伫已经无爸母，但是有兄弟姊妹仔的前提之下，虽然讲在生的时阵已经立遗言书，讲要甲遗产拢留互配偶，兄弟姊妹仔赶快会当争取第二婚，等于是应继婚的1/3。若是遗产有600万，兄弟姊妹仔会当平均分到100万；若是无结婚，伫同款的条件之下，兄弟姊妹仔会当平均分到200万。对这个改变，法务部嘛提出2大配套来应用。对于死者生前所继续抚养这些兄弟姐妹，我们规定了遗产酌给请求权。另外，我们也规定了贡献份的制度。法务部新增加的继承人特别贡献制度，简单来讲，就是本来有继承权的兄弟姊妹等人，因为遗言书等因素无法度得到遗产，但是只要伫咧过身的亲人在生的时阵有提供照护的物等等，嘛是会当根据这来争取一点价额。对于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构成特别贡献？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新的制度，没有相关的一个案例的累积，也没有相关的学说研究，所以当然一旦实施之后，势必对于实务上来讲会有些冲击。面对法务部修法，甲兄弟姊妹仔第二婚抬掉，台湾遗属协会表示认同，但是贡献分爱安怎算，会当摕到偌济金额，这会当靠出来人之间互相商议，若是无共识，就要交予法官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环山乡去年底发放一个人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即马佮宣布7月要佮发5000块，佮再加上顶日啊，这县市也宣布要来发石油的补贴，有1000外人会甲户口刷去到遐，就引起外界的质疑，讲这敢是为着年底选举的发钱？新德地检署已经展开了调查。听到告知唐好领，怀山民众拢笑嗨嗨。新德县怀山乡按算今年7月要第2摆发现金，只要伫今年5月初4进前，户口设伫怀山乡的乡亲，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5000块。这摆是怀山乡最近这6年来第4摆发现金给在地人。当然是很好啊，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啊。他发表示他国家财政很好啊。老人家常常其实收入也都常常不稳定，如果能够有一个5000块。然后来就是激励一下，我觉得其实对老人家心里都蛮开心的，很高兴啊！政府体贴我们的老百姓啊。乡长指出，怀山乡人口大部分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有不少拢是退休，也是弱势族群。面对石油甲民生用品起价压力，乡公所希望透过补助来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今年呢，主要是因应这个伊朗跟伊拉克的以色列的这一个战争至少就是说我们汽油涨价的这个差价，以及电费涨价的差价，每一户我们大概1个月有1000多块的补助。乡长强调，这摆补助经费是来自乡内年度盈余，因为有春，所以绝对袂影响到基础建设。另外，同款是发钱的关西镇，顶礼拜宣布，只要伫5月29进前。户口设伫关西，就有资格领到钱。造成5天内有1300外人甲户口刷去关西，因为年底准备要选举，也引起外界质疑。新德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要来厘清敢是有人是假设户口来领补助，甚至是要影响选举的情形。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伫咧云林拿来国小附近，最近是有真侪高山出现，而且拢是安尼规弯规挡，抑阁造成当地有4大人因为安尼受伤，互民众真烦恼。这云林的农业处也表示讲，公所已经有请专家来到处理，也会甲中央做伙来想办法防治。民众行出去田仔骹，强2只台湾猴为围墙跳落来，弄入去徛家内底，唔惊人，甚至阁要共攻击。民众看到了后，赶紧退后，好佳在无受伤。最近伫咧云林那内，台湾猴是一直出现，阁有4大人互骚扰受伤。阿嫂拢徛一搭学堂，铁马人，两铁马人，铁马人的敢若一杯豆奶尔款，抱大腿。
啊，伊惊，伊就要甲绑啊，吼，啊要甲绑，结果伊愈摸愈暗啊，然后4只还是5只，反正我今日袂记得。啊，伊用我看才几样学菜。在地民众表示，因为山野特别大出啊，拿来国小4棵围仔的山野树特别熟啊，这个高山啊，逐工拢会落来找食的，造成在地民众、学校的师生受到影响。也拿台湾高上接出现的时间是伫咧透早5点、下晡3点到暗时6点，数量上济要到50只。看到的，他有时候就全部大概2、3只带头的比较大只的全部冲过来。哦，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就拿着裤子啊。哦。就没办法，他过来，我只好拿裤子协助公所这边去请6到8位的可以类似驱吼的人员啊，以鞭炮或是以那一个空气枪来做驱赶啊。如果说民众真的有遇到这个部分，也可以联络我们县府这边，我们会派人去放置诱捕笼来实行抓捕。农业处表示，这个高山啊，拢会集中伫咧龙过尾山区步道4棵围仔。不过最近有发现会往平地社区锁定档，目前会加强宣导，避免民众也是游客夹刺。再个甲中央讨论防治方法，甲高山啊好好管理，减少人甲狗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如这几冬啊，伫咧高屏溪宝花附近是拢出现真侪山猪，恐惊有100多只，这么多，而且因会去破坏农作物。乡长讲已经有甲县府来申请山猪条，嘛希望会当找拍蜡人做伙来斗掠山猪，减少农民的损失。农民使机械咧除农药，但是猪仔有会东倒西歪，发觉有芳无介捌，原来是因为这个猪仔互山猪吞甲安尼。屏东九如乡的农民带记者行去参认，涂骹拢有山猪的脚链，有的图嘛，互山猪变甲乱七八糟。高屏溪破河边的农民表示，山猪的问题已经几啊年啊，拢会一阵一阵伫暗时啊出现，四界夹作物，致使农民损失严重。伊总爱食青菜，食蚵啊、竹笋啊、青菜拢爱食青菜安尼啦。啊，割稻机没办法割不起来。对，因为它踩下去踩扁了。他们会进去走来走去打滚啊，甚至在里面玩耍打滚。我看到7只，我太太也看到7只是大的，可是我看到的是小猪。所以他们一直在繁衍呐。猪啊，甚至是高丽菜、姜啊，拢会互山猪打歹去，因为山猪较大只，而且反应紧，可能有到数百只的量，佮有攻击性。九如乡长就协助农民，目前县府已经分配10组山猪条和4位蜡人。另外，乡长嘛伫面册顶悬招募有经验的山猪蜡人，结合民间力量，帮助农民解决山猪的问题。数量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很希望尽量比较多人下去抓，因为现在占地200-300公顷吧，应该有吧？然后县政府也要支援4个猎人给我们。那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的规定，如果说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呢有危害人民及公共安全，或者是农林渔牧作物的情形，都可以向县政府来提出申请猎捕。农民讲，这个山猪可能拢是800风灾对山顶抢落来，生出了后族群数量愈来愈多，造成农民困扰。县府农业处表示，若要掠山猪，一定要先经过申请，伫作物损害所在进行，才袂违法，而且禁止使用夹仔类的工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文化新眼界，带大家来看今年台北下海新红文化节，庙方甲在地发展协会合作，伫6月中开始，要连续3礼拜拢办活动，热烈滚滚。互民众来认识新红爷的故事、传统文化，也会当了解大稻埕的历史。新红爷甲环社将军斗阵唱歌跳舞。2026台北下海新红文化节准备起工，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当年拢会替新红爷换新的新棉衫。今年换新衫顶悬，除了有船甲火车，代表大稻埕过去因为交通利便，加做台北经济发展中心，也因为大稻埕是218事件的起点，设计师也把这个历史放入去设计内底。老爷新棉衫顶悬啊，伊个两边甲后边就是有伊个架型的小环将军，小环将军伊个手中摕那个法器啊。最特别的是咱的台湾的万兴种的台湾百合，其实就是要缅怀纪念这段民主甲自由的所代表意义。俗语讲5月13人看人，迎神赛会甲天下。当年文化节的活动拢吸引真侪民众参加，今年也规划市集、菜鸡、歌戏、布袋戏等等的活动，要庆祝新红爷生。
6月25哦，咱有暗访哦，啊，咱伫个6月27哦，咱有这5月13赢成凤，啊，赢完成凤了后咧，就是5月14哦，就是我们国历的6月28哦，就是甲成凤路也有这个寿宴哦，咱再来都会来拜拜，甲神明来讲，咱成凤爷公生日快乐。老爷跟我们都站在一起，然后生日的时候有想要跟他的朋友好好的唱歌跳舞，然后很开心，然后一起来度过他生日的这一天。庙方表示，旧历5月13也成凤，文化节已经真做大场定热天的大代志，所以也结合在地发展协会、店头、学校做伙合作，对6月13一直闹热到7月初5，连续举办3礼拜。后面将认捌成凤爷的故事、传统的文化，甲大场定这块土地的历史。记者郭耀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伟大的执行长吴金芬顶日来甲囡仔讲爱学台湾话，这是引起外界的讨论。有台语团体是写配合吴金芬的提议，感谢伊，互真侪人知觉到会晓讲台语的囡仔真正愈来愈少啊。因希望会当用 AI 来斗相共，复真台语。后续这吴金芬的团队也有回应，希望会当进一步来了解。你袂晓讲台湾哦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回答执行长吴仁芬用英语对台湾囡仔讲一句“你爱学台湾话”，引起各界对台语的讨论，也意识到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愈来愈少啊。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后续有写批向吴仁芬提议，联盟表示台湾需要家己的 AI， 不过定着爱有台湾话的语料。那咱希望 AI 在明仔载讲台湾话，咱就爱在今仔日讲台湾话。针对用 AI 来复真台语的议题，吴仁芬团队嘛有回批进一步联络。今嘛有3个人交伙联络，对因就希望讲，AI 会当解决足侪人的问题嘛，吼，所以讲因可能对这嘛真有兴趣。咱救台语永远拢是咱台湾人的代志 ，AI 只是会当讲，互咱咧做即寡代志的时阵加较方便，加较紧，吼，但是规个环境头一个就是政府你的政策。要有相对应的政策出来，互大家咧搁甲台语的环境找回来。联盟嘛指出，目前台湾要开发主权 AI， 有关欠缺台语的位置甲思考，政府应当用更较积极的行动来复真台语。嘛有研究员认为，台语 AI 要训练甲通含华语、英语平平流利，上大困境是台语的语料库资料无够侪。若要复真台语，会当对现有的资源甲技术，先对台语 AI 合盘来加强做民众历史点钟的台语架构。你会当甲伊开讲，你会当甲伊传信息。哦，你讲唔对的音，伊会当甲你纠正。你写的文章，伊会当甲你改。啊，你想要读文章，伊会当写文章互你。就是听讲、读写各方面，伊就是你24小时的专门的督教。研究员嘛建议企业的角色除了投入资源，嘛会当鼓励对台语有兴趣的少年家激头脑提案开发 AI 工具。啊，那政府嘛着兼顾学习资源、台语地位的提升甲使用环境，互少年家愿意在生活当中讲台语，才会当互台语发展有如何的发展。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瑞典政府当咧讨论要修法，拍算甲一寡重大犯罪刑事责任年龄对即卖15岁降到13岁，就是因为有一寡犯罪集团会专门找囡仔来犯案。这项法案是按算这个月会送去国会来表决，那通过上紧对7月就会当开始试办。瑞典要甲刑事责任的年纪修较低，主要是要因应这几年愈来愈严重的帮派犯罪问题。警方讲，犯罪集团用社群媒体吸收青少年，甚至有12岁囡仔参加性质复杂这款暴力犯罪。司法部长苏德堡讲，2005年已经有52个15岁以下的囡仔因为牵涉谋杀也是谋杀未遂接受司法调查。现时的制度已经面对严厉的挑战。苏德堡讲，真侪牵涉帮派犯罪的青少年，伫接受社福安置了，依然继续犯罪，显示以福利甲矫治为主的处理方式效果有限，就要来检讨有关刑事责任年纪的规定。Av de som har kopplingar till gängen återfaller över 90% i brottslighet. Det är förfärliga siffror. De återspeglar ett stort, kan man säga, socialt misslyckande och rättsligt misslyckande för vårt samhälle. Stockholm 北部的特殊监狱是为着关押青少年暴力罪犯来重建的3座监狱之一，目前正在装修，通来因应这项争议法案。和大人监狱相比，这个监狱上大的挑战就是要安怎为未成年的受刑人提供拄好的环境甲支持。毕竟内底有人厌捌离开过父母。
江校长讲，16岁以下是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所以学中的生活以教育为主。无代志的时阵，囡仔会当看电视、耍电动，也是去健身房运动。感觉会伫每暗8点到第二天早起7点上锁。The discussion is, do these juveniles need soft toys or not? These are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but still there are young adults. Some even could be at that point that some of them doesn't have reached puberty yet. 公视新闻新录杯编译。即马少子化甲高龄化，互长照服务是愈来愈重要。伫咧美国，就一对重大伤病翁仔某，因是靠机器人来甲因照顾，协助因过日子。带大家做伙来看卖。Do you want to exercise now? Please answer yes or no. Yes. 住伫咧新罕布夏州的布莱恩，2012年因为车祸造成创伤性脑损伤，而且佫有失智症。好在在有机器人罗比会斗相共，而且会当过规律的生活，包括洗面、食饭、运动等等。And Robbie right now does 27 unique tasks for Brian's care, which represents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8 3/4 hours of what would normally be done by me or by a human home care aide. 囝仔因某布兰达本身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嘛有行动不便的困扰。因两个人得到官方批准，每礼拜112点钟的照护时数，啊，毋过实际上连20点钟的服务都申请袂到。为着弥补长照人力不足的问题，新罕布夏大学参与这项机器人计划，甲照护者负担减轻。So our goal is not to replace a human caregiver, but to use technology such as robots to provide complementary care, where we know that caregivers often have to perform a lot of repetitive mundane tasks. 研究人员就表示，足侪失智患者因为得袂到应该有的照顾，最后应用互送去机构。即马有辅助机器人，因嘛会当维持独立的生活。I enjoy it actually. Like I said, he comes out and reminds me to get a hydration drink. When I want to, I can just say yes. But when he prompts me to do exercise, it's actually helped me lose a couple pounds recently, and I just think it betters my overall health. 希望机器人无法度真正取代人类，啊，毋过对布莱恩翁仔某来讲，罗比互因真正的帮助，比任何人更较实在。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华岛地区26度至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